无？你要讲迄个功德讲袂了，袂尽的，所以无量功德海，无上迄个功德就圆满啦。你来讲过去迄个你做功德还未做了的，找无。你要摕菩萨了有当找，所以迄个无上功德海，爱引导众生。佛道众生是以爱人生在度，所以我讲佛讲会忍目屎，去看众生咧痛苦，伊足痛苦，伊会足痛苦，会足唔甘，所以伊宁可24小时就是观众生观众生安尼说，迄个众生都要成佛啦，安尼，迄个众生都要成真成正，我爱甲当作成真，互成就，通啊进入佛门。这个来转换身心伊就赶紧想办法去度。这个众生真正非常痛苦，无当人讲，伊就去甲帮忙，伊会发现一个人来甲帮忙，送伊饭食，这个众生伫迄个所在足苦难，有代志袂当解决，伊就甲变化做伊一个对立来甲帮忙，所以佛道真大爱人心，就是同情心，伫咧度众生，就救护一切众生，是